这个现场有影是愈苍苍哦。继续来到新北市的新店，透早5点半，一对男女朋友起冤家。这个查甫真粗残，一路来约这个查某囡仔要甲拍，查囡仔赶紧来逃命，走入去一间超商化救人。啊，这个超商的女店员身材粗暴，嘛真勇敢，为着要保护这个被害的查囡仔，是甲迄个查甫的大力甲揽咧。迄个查甫想要亮开，亮袂开，竟然甲边仔煮茶米两个鼎位啊摕起来。 规鼎来判这个女店员甲女朋友，结果3个人拢碰到烧烫烫的乳汁，3个人拢受伤。就听到有一个女的一直喊着“救命啊，救命啊，救我啊！” 老长头长的小姐伫个路的撞真紧，找无所在位，规气裤伫咧机车的龙头前，不过尾嘛是互发现，男朋友一直甲伊拍，小姐保护受伤的头，嘛走去超商内底边。女生来求救，跑进来，然后我就劝那个男的就不要那个，还男的就说那就是吵架什么的，我阻止他嘛，然后那个我跟女生一直在比赛。超商的查某店员打真知出手解冻，想要到查甫人茶米两个位啊旁咧，就为两个查囡仔方向飘过去。 烧烫烫的乳汁抓到规身躯，互3个人拢烫着伤。那个员工已经紧紧的抱着那个男的，让他不能靠近那个女的。看到那个男的拿起那个很大的那个茶叶蛋的那个锅砸向那个女的，最后那个男的就可能怕，然后就赶快跑掉，往上面就跑掉了。 30岁查甫人啉酒就甲女朋友去甲动手，大米班的查某店员斗3工嘛扫着风台背，家在送医治疗无啥代志，米伫咧厝内嫌犯嘛叫警察押走。林显与邱女因感情问题，在家中酒后发生争吵，并使用钝器攻击邱女，造成其头部受伤。 警察以伤害和毁损罪侦办，嘛可能会协助被害者申请家暴的保护令。进前疫情期间，就发生过几两摆，店员可跟人客挂嘴暗嘛去拍。超商业者提供法律协助，嘛佫一摆提醒店员上班时拢要加注意家己安全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。 崭新视野。